頭髮稀疏到反晒光線未打？除咗打針食藥，仲有咩其他方法啊？點先，點我哋問法點先，點三大天王可以幫到你。我係阿點，見到頭皮有空位我就點。哇，好痛啊！忍一忍啊，好快好快。都唔止頭髮嘅。等我阿先幫你啦。我將你成個頭一條一條畫滿佢。喂，都係好痛啊！點解啲頭髮畫到咁粗噶？粗啲咪靚啲咯。咁麻煩，等我阿面幫你油黑晒咪得咯。哇，好似戴咗泳帽咁嘅，今次魷魚都變墨魚啦。咁咪濃密啲咯。咁你想揀我哋邊個啊？我要問下 Sarah 嘅專業意見。Sarah， 你覺得邊個好啲啊？其實除咗點、線、面，仲有第4種方法㗎，就係我哋最新嘅無痛仿真紋髮技術。參照原有頭髮嘅生長方向同角度，可以令效果更持久自然，能夠即時改善唔同年齡男士、女士頭皮反光嘅問題。咁而家你又會揀邊個啊？我今次識揀啊！我就唔揀你，我揀你。